Hello，八啊，得聲音冇問題。各位早晨，Home Loop 早晨，那加 U 早晨，TSK 早晨，Dilio 早晨，666仔做咩啊？打一句就打氣，啦啦隊劣勢，依家呢應該冇問題嘅喎。lap 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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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lio 早晨，唔好大聲激昂。最可愛嘅柳姐 Louis 扭你個頭啊！Hi 北極88咩啊？辣加優 Lu 婆你依家人少少，我俾啲嘢你睇，睇住，好用yo我琴日終於整好咗條片，整好咗嗰個粵語好聲音嗰條片，仲有啲嘢未鏟，所以可以俾你睇。唔好同人講，細細聲。噓。睇下依家有幾個台先。10個。咩返老還童不良？你係老咯，我就返老還童，我係童啊。You is O88。好啦，我哋今日睇書，我哋今日睇嘅係呢個怪奇事務所2，純粹係因為咧，我睇 Facebook 啦，我婆婆係睇 Facebook 咩？說什麼普通話啊？我啦就在 Facebook 咧就睇啦嗰個怪奇事務所嗰個 page 啊，那我呢就非常有興趣的，咁咧，所以咧我咧就去香港購物的時候咧，我就買的這個書咧就是說一些冷知識吧，冷知識咧就念書餓親我啦，就唔翻床噶，所以咧我咧就唔知咩叫念書的。我只係知那個 Facebook 唔係大陸話要蝦字尾 Facebook 蝦，那就我們就可以看一些完全沒有用的知識。1分鐘完咗。咁因為平時講得廢話太多啦，鳩得太多啦，咁咧，所以我咧就為咗大家咧有翻啲養分咧，補充下啲知識。佢講啊購物嘅，我覺得就購物嘅買嘅這個書咪翻譯緊咯，由頭講緊咯。我話我普通話教育生。我話平時睇 Facebook 啊，見到呢個咩怪奇事務所，唔知你有冇睇過啊？成日都 post 嗰啲冷知識，就係綠色有啲鹽蛇啊，蜥蜴嗰個吉祥物咁樣啦。嗨，天宮索啦。咁咧，我咧覺得好鬼搞笑嘅，佢差唔多每個禮拜都 post 4-5個冷知識嘅啦，睇完之後完全唔會記得，莫名其妙，但係幾有趣咁樣啦。咁所以我就買咗佢本書。咁咧，而家同大家一起看冷知識。平時有太多廢話啦，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吸取養分。好，我哋睇呢篇。你知道嗎？其實鑽石根本沒有價值。我覺得呢個應該大部分人都知咯。史上最強嘅廣告文案是什麼？就係鑽石係永恆遠，一顆永流傳。鑽石喺過去咧確實係好稀珍嘅珠寶，但係咧去到1870年啊，非洲發現咗超大嘅珠寶級鑽石礦場，除咗
漂亮之外呢，完全冇用嘅純碳物質，隨時呢就都會被變得一文不值。於是呢，鑽石商們呢就連埋一齊啦，喺度做市啊！一口氣就買晒所有礦場，成立咗戴比爾斯呢間公司，壟斷晒成個鑽石市場，嚴格控制鑽石嘅產量，令到鑽石咧可以貴落去，一直貴落去唔停。解決咗供應面呢，戴爾比斯就接着朝需求嗰邊落手，要賦予鑽石一個無法取代嘅價值啊！除咗廣告咧喺度鳩噏咩一顆係永恆遠嗰啲咁嘅嘢啦，咁佢哋仲會喺好萊塢電影入面注入鑽石求婚嘅情節，咁呢，仲揾咗啲新聞媒體咧投放大量嘅假新聞加真業配，例如咧有啲名人帶住啲鑽石唔知喺度有咩故事嗰啲啦，於是鑽石喺人們心入面呢，就開始有啲象徵意義，同埋咧逐漸係同呢個永恆啦、承諾啦同埋浪漫呢啲概念掛鈎。乜嘢鑽石紅級級，即係一直咁有智慧。呢一層連結最厲害嘅地方係，佢唔單止咧俾咗你買一個鑽石嘅藉口，都提供咗一個給你買別唔係給你別賣唔好賣鑽石嘅理由。所以咧因為你淨係買，跟住又唔會放翻出去啦，咁啲鑽石咧就個數量同價格咧就唔會咁易出現波動。由此可見，商品同文化綁在一起嘅時候咧，人們就會將佢咧有如宗教信仰般強烈嘅消費動機。除咗結婚鑽戒、中秋烤肉、聖誕禮物同情人節朱古力一樣咧，其實同一個道理嘅。你唔買咧，你就會身痕啦。但係有好少人都會質疑背後嘅理由。那究竟要怎麼破解商人嘅陰謀啦？答案很簡單，大家都可以做到嘅。你哋只要你單身的話，以上嘅難題幾乎迎刃而解喲。串你哋。咁所以呢，如果 Lulu 姐要出 goods 咧，賣得出呢，就要喺度控制住，同人哋講，只要你買一個 Lulu 姐立牌，你就等於非常之浪漫又有錢，包養 Lulu 姐嘅概念，我要係咁同你哋灌輸咩娶 Lulu 婆係唔使鑽石，咁要咩啊？要買好多好多立牌包養我，只要我冇錢就買唔到。唔係啊，你知唔知呢？結婚呢，不過你哋都唔知噶啦，你哋單身狗嗨雨基。因為結婚呢係好似有個潛規則，就係結婚戒指要係男人嗰份人工嘅3個月糧噶。即係如果你嗰份你高薪厚職啦，你係6萬蚊一個月，你6萬蚊一個月呢，咁你就要乘3，6、3、18，咁你個鑽戒就要18萬咯，結婚鑽戒。但我唔知係1隻定2隻啦，結婚鑽戒。Lulu姐今日好餓，買到啲立牌變晒牆紙先可以娶 Lulu婆，差唔多。跟住呢，我早排睇，唔係早排，係好耐之前呢，我睇咗一個訪談啊，係張星，跟住之後就講話香港呢，有人做嗰啲人造鑽石啦，其實人造鑽石唔係話好貴嘅，同埋都開始普及啦。嗰時我睇到幾年前啊呢單嘢，咁咧就話嗰間店咧係特登整俾人，即係每一個款都係獨一無二咁樣嚟取代嗰個鑽石嘅價值，而佢嗰個戒指咧係比起你喺嗰啲咩周乜乜嗰度買咧係平大概1個0咁滯。咁佢咧就為咗可以即係都 keep 住嗰個價值啦，就係獨一無二啦，又有鑽石啦，同埋個鑽石
又平啲，咁你就唔會需要太多嘅價錢咁樣。咩啊？要咁多立牌有咩用？打小人？係啊，我就係嗰個拖鞋咯。好啊，我出個拖鞋立牌俾你哋啦嚇。拖鞋跟住寫住 Luria 咁樣，咁就出到 Goose 正。咩教大家？只要大家冇收入就唔使買鑽戒。係啊，只要如果你鑽戒係3個月人工啊嘛，咁你人工係零嘅話，你食幾多都係零，搞掂。收到咩？或者你冇女朋友，或者唔使結婚，咁你就可以儲埋啲戒指錢去買立牌。勒索啊！依家情勒仔哦，你唔買 Luria 啲 Goose， 我哋分手。咩用 Lu 牌拖鞋打 Lu 姐立牌 ？What the fuck！ 你好惡，我唔賣俾你，你 bad list 嚟先。除非你俾人哋3倍嘅價錢，我 bad list， 唔係我就賣俾你。Delio 抹低。唔係啊，我出過 Lu 姐立牌。0乘3都係0，3乘0又係0。我出個 Lu 姐拖鞋立牌，跟住咧你哋勾喺背囊度，跟住出街啊或者翻工好不滿咧，跟住你老細一走咗，你就即刻攞個立牌出嚟，咁樣喺度虛擬搏佢個頭。好彩我結婚嗰陣老婆冇啲要求鑽戒，咁咪好咯。你知唔知咧？呢啲咩3個月嗰啲咧，係亞洲啊或者香港，我唔知係亞洲定香港咧先會出現嘅。因為我同埋求婚戒指都係，我都唔明咩求婚戒指都要鑽石戒指，又係有分要求嘅喎。但係雖則我唔記得咗，好似係咩細個結婚戒指唔知幾多 % 嗰類咁嘅嘢。但係外國咧求婚咧係唔需要買鑽石戒指或者買戒指咯，因為佢係隨時隨地喺地下執個汽水罐嗰個蓋啊，汽水罐嗰條匙啊，咁樣笠落條女個無名指度就當訂婚嘅啦。跟住條女又話：哦，好 sweet 啊，好開心啊咁樣。咩啊？唔好講，先唔好講到 Lu 姐同自己拍拖先要醒醒。原來係咁，今日學到好多嘢。Hi 蓮 ，Hi Sunny， 只要結婚對象係仔就可以收鑽戒，不論你係男定女。嚇點？只要結婚對象係仔就可以收鑽戒？咁如果2個都係仔，即係我係男仔，跟住我結婚對象有男仔，咁我哋係有2對鑽戒，定係 AA 制咯？跟住咩金戒指好似保值啲，結婚戒指係一定係鑽石嘅，因為鑽石係代表永恆嘅，係我哋俾呢個荷里活電影灌輸嘅價值。金你先係王道，所以中式嗰啲咪唔戴鑽戒啊，係嘛？佢哋成條頸都係嗰啲孖葉龍鳳鈪，跟住佢哋咧好多嘅時候，隻手戴唔晒就會箍喺條頸度。係啊，仲有金豬牌咯，金豬牌佢哋會戴2個至3個咯，啲大陸人咧好 rich 噶嘛，要炫富噶嘛，又係俾儀式感影響到，好撚慘。唉，係咁噶啦，你一係整多個儀式咯，一係就整個話咩唔係你要擴散開去嗰啲儀式感，一定話咩鑽戒係垃圾屎啊，咩係人哋唔知咩用口水做噶，好核突噶，戴嗰個真係戇鳩咁樣，你就要將呢個信息傳揚開去，咁啊有100個人信你，有10萬個人信你，跟住全部人都唔要鑽戒，咁你就贏噶啦。咩啊？金豬牌膠袋先係明啊！咁用膠袋做啦，即係你好似你可以懶浪漫咁樣咧，話咩？我今日同你決定咩一生一世，跟住之後佢就伸隻手出嚟，
無名指，跟住你就喺褲袋揞咗個膠袋，就即刻翹咗去無名指嗰度。跟住條女，哇，好浪漫啊！我哋嘅愛情就好似膠袋一樣，係唔會磨滅噶。好啊，你咁樣咯。金豬牌睇到都驚，懷疑會斷頭。我都唔知咧。如果係真金咪會斷頭咯，如果佢假嘅話就唔會咯，一交咗。我20年前結婚玩足3日，哇！咁你條女好索喎，你老婆好索喎，可以玩足3日，玩3年都得啊！唉，跟住仲有咧，嗰啲金豬牌咧，大陸嗰啲咧，佢為咗咩有排場咧，係會有啲地方租借噶嘛，即係有啲係根本上都唔係有人送嘅，佢自己走去租借，就好似嗰啲你哋最中意喺度屈嗰啲女上司情人節買翻俾自己啲 friend 咁樣，佢哋就係結婚就買啲金豬牌，唔係租啲金豬牌俾自己顯富貴。註冊1日，男加1日，女加1日，哇！好似膠袋咁分解唔到，好攰喎，玩3日，同埋個開心指數會一直下降喎，因為好攰。註冊應該半日都唔使簽個名啫嘛，超快嘅。婚紗都係借，婚紗又一定借嘅，唔係有啲人係買咯，因為有留念價值啊嘛。但係呢，近排我聽好多人咧都話喺淘寶買婚紗仲平過喺香港做，所以佢哋就直接買，因為淘寶嗰啲婚紗都有啲質素咁樣啦。咁就好似1000幾蚊左右就有噶啦。但係 Louis 結婚嘅話，我就會自己車俾自己。所以咧，我結婚之前咧嗰幾年咧，唔係要book 啊，要 book 翻個期，即係可能話我今年結婚，但係嗰個訂婚日子咧就唔可以話係琴日訂今日結，一定要3年至4年之前訂好婚，跟住話。喂，我哋4年後結婚啦，跟住我 OK， 我有期，咁啊我就可以去車婚紗。咩婚紗都淘，係啊，所有嘢都淘寶，婚紗 OK 嘅，同埋嗰啲頭飾都 OK。咩破房？咁現在車定先咯，又唔得喎，因為咩結婚之前係要減肥噶嘛，要有減肥期噶嘛。啱啊，借嘅話整爛好麻煩，同埋整污糟要俾錢咯。係唔係要車2件？唔止啦，即係要好似啲港女好大排場咧，要係咁換衫，全晚就淨得換衫同埋出嚟，跟住再入翻去換衫，所以係咁已經10件8件嘅啦。FF 中。好，我哋第2篇咩？老公老婆有冇得討？有㗎。你哋中意邊個老婆啊？阿 Louis 咧就冇嘅，但係嗰啲出名嗰啲咧就有啊。中式加西式，仲有印度式、日式，全部都要係咁環球結婚。一入去好似嗰啲換衫比賽，一出翻嚟10秒後出翻嚟，跟住影相，再入翻去，跟住10秒咁樣。好咩啊？你哋好中意咩？我婆係唔知邊個？今期我婆係邊個啊？我唔知啊，已經冇睇新番。你今期新番有邊個老婆啊？咁啊，你咪上網淘咯，你淘寶淘個 figure 又好，有淘啲立牌啊、襟章啊咩都好。咁你咪可以上網淘寶咯，淘老婆時裝表演，係 show 俾大家睇我啲婚紗有幾靚，車得幾靚，而唔係結婚。但係我忽然間諗起，我結婚嗰時應該得嗰1-2位就係男家家屬同女家家屬，因為 Louis 冇朋友。Oh shit！ 原來係公司。我婆係 Louis， 我婆婆。大家嘅婆係 Lu 姐，準備好俾錢俾。多謝天公索啦，
嘅呢個工商廣告口號。好啦，我哋睇第二篇啊。你知道嘛？白痴嘅英文原意其實係指不關心政治的人。哇，佢有希臘文嘅喎，呢篇嘢我讀唔到喎。白痴 idiot， 源自唔識讀希臘文，有堆符號啦，有自私同埋個人嘅意思。在最早實行民主制度嘅希臘城邦雅典，呢個字呢，其實係專指嗰啲唔去參加公民大會嘅人啊。因為對雅典人嚟講，一個合格嘅公民應該要喺個人工作同埋日常生活以外，另外要花心思去關心同埋參與公眾事務，或者嗰啲唔想觸碰政治嘅人就會被叫成那個希臘文唔識讀，表示佢同咪即係就會話佢係白痴咯。咁啊就可以分翻開佢哋嗰啲唔觸碰政治嗰啲人同埋公民咧係有唔同嘅。咁咧一開始呢個字咧係冇白痴嘅意思，但係雅典公民好似都幾鄙視呢啲人啊。咁如果咧隨便鬧人嘅話咧，我猜仍有可能被告。如果在希臘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段政治演說，伯里克里斯陣亡將是葬禮演說，哇好撚長啊！呢個演說個名中間有提到嘅，就係嗰篇演說入邊就係咁寫嘅。儘管雅典公民們都有啲個人嘅事業要忙，但係喺公眾事務上還是要有能力作出正確判斷。至於那些捨棄公民責任不管政治的人，他們絕對不是沒有野心，而是沒有路用。感嘆號。請大家一定要在公民社會上做一個有路用的人咯。下期我學天宮術啊！我女加一 X， 女加10幾個，男加20幾個，跟住就冇朋友完咗。唔係 Luria 女加有我阿媽啦，我阿爸啦，咁樣兩個，跟住男加有佢阿媽同佢阿爸兩個，OK 一圍搞掂。希臘城邦嘅政治係幾特別嘅，因為個個公民都要參加，同埋參與議事同埋執行。係啊，嗰時係個個都會喺度參加呢啲啦，跟住同埋咧，你睇啲名畫咧，就見到佢哋好中意喺度即係屎忽痕啊，冇嘢做咧，佢哋去澡堂咧就開始喺度傾政治同埋傾呢個叫咩啊？嗰啲叫咩咧？哲學啊！咁樣就喺度鬥嘴嘅，冇嘢做屎忽痕咧，就會開始係咁做噶啦。咁所以你見到啲名畫咧，澡堂全部都好似唔係沖緊涼，又唔係浸緊浴，喺度講緊嘢咁樣啦。坐樓梯嗰啲咧，跟住同埋佢哋屙屎咧，係即係個廁所又係非常 open 噶嘛，全部人係坐喺個窿上面排坐，好似焗桑拿咁坐。咁嗰啲位咧都係用嚟吹水用嘅，都係用嚟議事議政用嘅。咁咧，大家咧睇完呢篇文章之後咧，是但啦，冇嘢好傾噶啦，依家咩政治咧，大家一齊做白痴算噶啦，鬥白痴，因為議政嗰啲人太過聰明啊，我哋啲凡人係答唔到嘴，同埋唔係好知點解佢哋要咁做，咁所以咧就都冇乜可能去到議政噶啦，冇乜可能同其他朋友喺度話。哇！佢就咁樣唔應該咁，好難嘅。係啊，我係傻仔啱，大家抱住我係傻仔嘅態度，繼續努力生活落去啦。喂，嗰啲聰明豆議政嗰啲人，嗰啲 idea 太過出眾，我哋啲白痴仔都係跟唔到。下一篇搞唔掂。咩小鳥的胃其實超大哦！小鳥嘅胃咧係有幾大咧？小鳥好細噶嘛，所以我哋成日都會話
成日咩嚕姐，成日都會話一個人食得少呢，就會話佢啊個胃好似雀仔咁啊，雀仔胃咁啊。咁呢，其實係不正確嘅，因為雀仔嘅胃根本上一啲都唔細啊。一般嚟講，一隻小型嘅鳥一日要食嘅食物係等同於佢身體重量嘅1/4去到一半。而世界上最細嘅鳥啦，蜂鳥，每日咧就要食體重嘅2倍，哇，好多喎！所以如果要將一個體重50公斤嘅成年人講成為小鳥胃嘅話，咁佢就要食25公斤嘅食物。咁25公斤係幾重啊？大概係1350塊嘅麥樂雞，或者係85塊嘅牛扒，唔加鐵板麵，70盤蛋炒飯，35盤滷肉飯加礦泉水蔗文套餐，或者25套雞扒配珍珠肥宅快樂餐。如果你係比喻自己係蜂鳥嘅話呢，咁你嘅數字應該再乘4嘅以上嘅數字。咩 Hi Hansel Hi Hansel 咁咧，因為點解佢食咁多呢？其實因為佢飛嘅時候咧係非常攰嘅。咁我哋成日咧都忽略鳥類係為咗飛呢樣嘢咧，其實係付出好大嘅代價啦。唔止飛行，唔止代謝速度咧係超快，身體都好難儲存份量養分啊。唯有係咁食咧，食唔停咁樣補充能量。總而言之咧，一個懶得跑懶得跳嘅人類咧，真正小鳥胃係不能帶你飛，只會害你肥。如果想換一個更貼近真實現況嘅說法，我建議大家講另一種，因為運動量不大，所以吃得也不多的動物為榜樣，應該改名為小貓胃才妥當。貓其實吃得很少。咩唔怪得咁多雀屎？成日啲雀屎喺個頭殼頂度，唔係啲雀仔喺頭殼頂度直飛嗰時，我好驚，揞住個頭，因為我覺得佢好似想屙屎喺我個頭度咁。好啦，所以如果咧下次有女仔喺度話我食得好少啊，小鳥胃啊，跟住你就可以一嘢車落去咯，呢個冷知識。哇，你大肥婆喎，你食幾倍喎？佢啊係一半，唔係體重一半去到咩三分二啊？啊唔係體重1/4去到一半啊！你可以串佢。其實咧，我睇到咩飛，所以佢要付出好大代價。諗起啲飛機，咁應該都幾食油。下一個係What the fuck？ 我睇咗下一半個題目，在牛奶裏加隻青蛙可以保鮮哦。啲雀仔要食埋啲石啊嘛，過濾啊！啲雀仔識得分㗎，識得分邊啲係石，邊啲係食物嘅大佬啊，係嘛？有冇人養雀可以試下掉嚿石俾佢食？係咩啊？柳老師你好 ，Hi Jerry Lock Clock。下一個係話牛奶加隻青蛙落去，掉隻青蛙落去有保鮮嘅。呢個係一個俄羅斯祖傳秘方。如果將一隻活青蛙掉落去牛奶度，就可以令到牛奶保持新鮮，唔會變酸。呢個偏方咧，聽落去咧就係好嘔心啦，同埋不可思議啦。但係其實用青蛙嚟保鮮咧係有科學證實有效噶，唔係啊！啲雀仔要食小石消化咩？我唔知喎，我冇養過雀，我老不意外。唔係你講雀仔咯，我諗起咩烏鴉嘅故事。從前有隻烏鴉飲唔到杯水，
飲唔到一個杯入邊嘅水，所以佢好聰明，就係咁掉啲石頭落去，嗰個水位上升下，隻烏鴉就飲到水咯。好嘢！呢個故事咩寄生蟲？溫奶煮話佢話要係新鮮青蛙、活青蛙，唔可以係死青蛙。咁呢，佢話科學家發現兩棲類嘅皮膚分泌物富有抗菌物質，能夠抵禦細菌同埋微生物，因此將青蛙放喺牛奶入邊，理論上的確係會抗菌防腐嘅效果，但係冇人知佢咩味啦。咁咧，呢個發現唔單止啟發到現代嘅醫學，佢啟發嘅就係青蛙上面含有好多個新型抗生素啦，都證實咗俄羅斯嘅古老智慧，就係青蛙加牛奶可以更加新鮮惹味。咩啊？所以以後講到有咩太陽餅入面冇太陽啦，老婆餅又冇老婆啦，王子麵都冇王子咧，但係記得唔好講咩青蛙撞奶冇青蛙，因為喺俄羅斯嘅牛奶入邊咧，可能真係有假。啊，去俄羅斯真係唔好飲奶，好核突啊！你飲下，好新鮮，好鮮甜喎，跟住之後一打開個雪櫃，what the fuck，what the fuck，好核突啊！你見到個青蛙，唔係嗰個牛奶有啲綠色咁樣浮下浮下，你咧有咩珍珠黑糖珍珠鮮奶，佢咧就係青蛙屎鮮奶，鮮青蛙鮮奶，哇好核突啊！成日飲壞嘅牛奶，就酸咪酸咯，酸咗咪做芝士咯。咩食完未死一定抵抗力高，食完死咗就冇人知都。青蛙好似話青蛙嗰度好多菌，青蛙嗰啲皮都滑潺潺，好多菌，都唔緊要啦。去俄羅斯啊嘛，俄羅斯 OK 嘅，俄羅斯戰鬥民族。中國老鼠酒，俄羅斯嘅青蛙奶。老鼠酒俾你揀啦，老鼠酒定青蛙奶？我覺得 both 都唔係，你要生吞埋嗰隻嘢嘅喎，括好，即係你飲老鼠酒要啜埋個老鼠，飲青蛙奶就要啜埋個青蛙，你哋揀邊個？好核突咯！其實中國嗰啲酒都好核突咯，有蛇啊，有咩老虎鞭啊。問號選擇死亡。唔係，如果你去到沙漠入面見到有兩杯嘢，一杯係老鼠酒，一杯係青蛙奶。老鼠酒因為酒會消毒，唔係咯咩？兩個一樣嘅。老鼠酒因為起碼佢有消毒功能，唔係咯，個問題係。應該係因為你哋見過好多次老鼠酒咯，即係但係青蛙奶你哋未見過，所以接受唔到。如果你係俄羅斯人就，青蛙奶飲咁啊，好核突啊！講下一篇，我下一篇有啲治愈啲嘅，即係話咩啊？吞埋一齊飲 ，what the fuck？ 吞埋一齊飲。我未想象到，要有啲酒精味嘅奶，酒精溝奶我已經唔係好諗到。鹹竹風好味啊！阿鹹豐粥咩？原來叫我媽成日話係鹹竹風嘅喎，可以開聲噶嘛。但係見到佢嗰個嘢咧，有一大堆蜜蜂浸住，有啲核突。但係你上菜嘅時候咧係。黃黃地好清澈嘅鹹竹風。Baileys 已經係奶酒啊，係喎，因為證明我唔飲酒，但係中國酒喎，要奶加中國酒喎，即係嗰啲女兒紅嗰啲 friend。好，下一篇治愈翻啲，頭先太嘔心啦。你知道嘛？貓喺伊斯蘭文化嚟講咧，地位非常高嘅。我想講貓其實一定喺伊斯蘭文化入邊
普通文化求其人類世界已經夠地位超然㗎啦。呢句説話，伊斯蘭教嘅祖先穆罕默德曾經因為唔想驚動睡喺佢長袍上面嘅小貓，而當場咧將佢個袍咧割斷咗，更公開發表過愛貓係信仰嘅一部分呢一類嘅貓派宣言。這也許是因為穆罕默德喺每日5次嘅咩叫每天5次的禮拜前一日要禮拜5次好多喎，都要妥善清理身體，自然咧推崇愛乾淨嘅貓。此外，貓捉老鼠嘅慣性唔止咧可以抑制鼠疫，仲可以避免書籍俾老鼠咬。對於熱愛知識又中意藏書嘅伊斯蘭文明咧，係非常之加分嘅。反觀咧狗狗咧，體味就比貓重，啲口水都容易搞到啲衣服濕濕立立，而啲叫聲咧就會嚇走啲客人或者路過嘅窮人，就係你哋啦。有違穆斯林樂善好施嘅精神，以至於有禱告時見到狗咧，禱告就會失效嘅講法，好慘啊！所以基本上咧，狗狗咧係唔可以去清真寺嘅，但係貓咧一家老少通通都可以搬入去住都冇問題。喺伊斯坦堡，甚至有流傳，如果殺死一隻貓，你就要起一個清真寺，才可以乞求真主嘅原諒。咁樣嘅差別咧，係堪稱貓派完全勝利。最驚人嘅事咧，係惡名昭彰嗰個伊斯蘭國啊，內部嘅恐怖分子咧都一度興起養貓潮，後嚟先被高層咧以有損戰士形象為禁止啊。考慮到貓咪真係好喜歡阻礙人類工作，如果唔禁貓咧，嗰啲伊斯蘭國嘅恐怖分子就執笠噶啦。所以咧，貓咧係咩？想想真係可惜，貓差點就能夠攞諾貝爾和平獎了。係有貓嘅時候，嗰啲 ISIS 嗰個伊斯蘭國就非常自愈，跟住之後就唔會去立亂打仗，咁都要攻擊人。咩啊？上次飲咗個珍珠真奶酒，只係有酒味嘅真奶。我覺得嗰啲即係你會去咩日式超級市場、韓式超級市場就會買到嗰啲酒咧，好難飲嘅嗰啲現代酒。貓貓話成最大贏家，貓貓其實伊斯蘭國都已經係咁樣啦，跟住但係古埃及啊都係有呢啲咁嘅嘢，跟住仲有咩咧？係啊。即係嗰啲古文明大國全部都係奶貓，嗰啲喺壁畫啊、啲牆啊、石啊，全部都見到有貓，有人丟啲貓，冇狗嘅，啲狗真係慘。但係 Luvia 係狗派，跟住咧做派俾貓貓啦。唔係，同埋我覺得貓係污糟啲咯，狗冇人權，狗係冇人權啦，人都冇人權，狗點解有人權？印象中古埃及係貓係神，好似我唔係好清楚，因為佢太多神，應該都有翻一兩個位係俾貓噶啦。問題係真奶酒個價夠我買大杯珍珠油茶，你咪買杯真奶自己倒啲啤酒落去咯，咪慳翻幾嚿水。我覺得貓好污糟喎，即係佢。因為佢唔沖涼咯，即係佢就咁喺度舐下，咁如果貓係咁樣舐下就當乾淨，咁你哋都唔使沖涼啦。巴斯特sorry 貓派走先，你啱啱先嚟咗大佬。天倫早晨，唔係啊，因為我嗰日咧咪話有隻貓嚟咗去我屋企咁樣，上咗樓梯，跟住我摸過去咧，哇有啲油嘅感覺，有啲頭油咁嘅感覺，好似你啲頭咁，咁我覺得有啲污糟。
同埋一摸咧啲毛就呼咁樣飛晒出嚟。咁狗又唔會甩毛嘛。咁同埋我係有啲貓毛敏感，所以我就覺得係貓污糟，所以先有。我係冇狗咁敏感嘅，因為狗真係好香。你唔覺得狗嗰個臭臭崩崩味好 Q 嘅咩？流浪貓，我嗰日以為係流浪貓咯，但係原來唔係咯，係有人放養。不過嗰隻貓真係叫嘅，真係去到邊家咧個門口都叫嘅，有幾公雞。流浪貓水有幾乾淨啊？咁佢呢個都係話啲貓乾淨啊嘛？唔覺咯。如果養嘅話，自養嘅話，貓係污糟過狗。啲狗會沖涼香噴噴嘅，同埋啲狗咧嗰陣狗仔味好鬼 Q 啊，好過啲貓好多。因為 Luya 聞唔到貓，一聞就會鼻敏感。狗臭耳仔係啊，但係個耳仔先 Q 喎，一聞落臭崩崩啊，好 Q 啊咁樣。同埋有好多耳屎啊！跟住咧，你幫佢啲狗咧一攞棉花棒一撩，跟住之後再俾佢聞下咧，唔係可能係我嗰隻啦，我之前養，跟住俾佢聞咧，跟住佢住，跟住之後啤住我咁樣。貓狗都中意大狗狗超 Q。你前一刻話佢哋唔臭，佢哋嗰個唔臭係聞落去有治癒嘅感覺，雖然係個臭崩崩味，即係你 BB 仔嗰陣味。你 BB 仔咧，你都唔會話好臭啊，我好想嘔，我好臭啊，搞唔掂啊，掉佢出街，唔會嘅。佢就會話好臭啊，好 Q 啊，臭崩崩好 Q 啊，咁樣噶嘛。狗都係一樣，所以佢哋個臭係唔係嗰個臭。貓狗都中意，大狗狗仲 Q 啊！大狗狗佢即係個樣咧，有啲戇鳩嘅感覺，即係嗰個個性格同埋個身體比例唔成正比。琴日咧，我因為出面我聽到貓貓叫啦，直播嗰時，跟住直播完咗嗰時咧，無啦啦就有狗叫，跟住我出去睇下啦，原來隔離屋嗰隻狗放咗出街。跟住咧，佢就圍住嗰個本身有貓嘅草叢，係咁吠，豎起條尾喺度揈喺度吠，鬧隻貓，但係佢失敗咗，因為佢吠到成條街都聽到，好鬼 Q 咩啊！真係有人中意聞寵物，摸下就好。如果你養寵物，你就唔係咁講噶啦，你就會即係雀仔又好啦。貓啊狗啊咩兔仔都好多都會聞嘅，因為好鬼 Q 啊！最主要係自己嗰隻咯，人哋嗰隻就唔 Q， 自己嗰隻就係最 Q， 最中意大狗狗。淨係諗到爽身粉味，咁你隻狗好乾淨，係咁滲爽身粉喎，你幫佢乾洗。BB 冇可能可愛，呵呵人哋嗰啲 BB 唔可愛，可能你生嗰個就可愛，自己嗰啲特別可愛，人哋嗰啲核突，又嘈又曳。大狗狗乖咗好多，細個6、7歲時坐過大狗狗，哇好好喎，6、7歲都仲坐到嗰隻狗好大。我豆丁嗰時咧，我都有隻狗啦，唔係大狗狗，係中型狗嚟嘅。跟住咧，我一直喺度幻想緊自己可以騎住佢去行，但係我一企喺佢上面嘅時候，佢就直接趴喺地下，導致到我冇得騎住佢。呢個係童年遺憾嚟咯，好冇？好啦，我哋下一篇貓貓啊，係啊，介紹下呢個怪奇事務所呢個作者咧係貓派嚟嘅，所以佢差唔多每一篇咧，即係 Facebook 見到啦，佢每一篇都會賴到落貓嗰度。怪奇事務所，怪奇事務所冒號 Lu 姐的奇怪貓狗論。唔係咯，我哋開下一篇啊，唔係奇怪咩啊？上網睇有人形容芝娃娃做特眼家暴男啊！我好似見過一篇文章咧，我唔係好記得實際內容啦。佢大概係講話芝娃娃咧同其他狗嘅性格其實差唔多咯，
只係俾我哋人類歧視，先會導致到佢係特別兇惡性，同埋佢樣衰，所以佢就令到大家都覺得佢係特別曳啦，特別唔討好。但係我唔記得做咗咩實驗啦，就證實咗芝娃娃同其他狗係一鳩樣嘅，佢大概係咁樣。不過我有親戚養芝娃娃，佢成世人都淨係養芝娃娃。本書喺書展買，唔係啊，本書喺書局買，喺誠品買。我有個親戚養芝娃娃咧，哇，好兇惡噶喎，周圍賴尿啦，跟住又攬住人哋隻腳係咁摁啦，跟住之後咧，你餵佢食嘢咧，佢又唔食，係要揞咕咕咁樣佢先肯食啦。跟住啲食物重複咗啊，即係同琴日嗰餐重複咗又唔食啦。哇！我頂到乜咁啊！係吠大聲大，特別大聲，咁樣。同埋佢個樣肉酸咯，突眼咯。我都麻麻地，不過長毛芝娃娃好似都 OK 感覺。芝娃娃女可能好啲，應該會，但係佢養親都係仔啊！我個親戚，佢已經養咗，應該我有生之年見過，應該有4隻，已經第4代芝娃娃。跟住好啦，我哋下篇，哇，梅毒啊，即係性病嗰個梅毒啊！喺意大利咧，以前喺意大利唔係，以前喺法國咧就會叫做意大利病，喺意大利就會叫做法國病，喺波蘭就會叫做德國病，喺俄羅斯咧就喺俄國咧就會叫做波蘭病，而喺荷蘭就會叫做西班牙病。喺梅毒喺16世紀出現嘅時候咧，人類醫學係未有病菌呢個概念嘅，咁咧。自然唔可能知道這個怪病係邊度嚟啦，所以每當梅毒向世界蔓延開去嘅時候咧，人們總是以千錯萬錯都是 D 的錯。咁嗰時咧，法國人就會話呢一個梅毒係意大利病，咁啊德國咧就會話係意大利。唔係德國和意大利咧，都會話係法國病。喺波蘭人口中就會話係德國病，而喺俄羅斯咧就會話係波蘭病。喺葡萄牙同埋荷蘭葡萄牙就會話係西班牙病。咁喺土耳其咧，穆斯林就會話係基督教病。而喺太平洋嘅大溪地嗰度咧，就會話係英國人病。而喺日本咧，就會話係糖瘡。咁咧，總之成世界咧咩？只有中國沒有把球向外踢，真係好慘。中國人咧係會將梅毒講做廣東疹，因為缺乏咗對性傳染病嘅正確認識同埋防治啊。加上作為解藥上嘅咩啊，清唔知咩數到20世紀先發明咗呢個解藥，20世紀先發明啦。咁梅毒喺人類史上面咧，其實都肆虐咗400多年，即使到依家都未有一個叫梅毒疫苗。唯一嘅方法就係做好安全措施，即係正確使用安全套。值得一提咧，就係安全套發明嘅時候，法國人咧係叫安全套做英國帽子，而英國人咧就會叫做法國信封。推嚟推去，青輝素佢係企人邊，跟住好似分敲個分字咁樣，應該係輝啊。係啊，天倫你呢個啱啊。將啲責任推晒手間咩美國肺炎。最後就係我哋可以知道啲梅毒係廣東嘅咯。即係你哋都有份廣東省。咁佢最後都係推咗落中國度啦，日本推咗落中國度，中國又推咗落廣東嗰度。
我呢個咧令我諗起其中有個冷知識，有種好似有個冷知識話 Turkey 喺唔同語言入邊咧，即係土耳其啊喺唔同唔係係火雞，火雞喺唔同嘅國家嘅語言入邊都係講唔同嘅地方名。我好似見過一篇咁嘅文章，即係我哋會講話啊 Turkey 啊，咁啊係土耳其火雞咁樣，但係土耳其就唔會話火雞係 Turkey，係會講其他國家咁樣。有時候我睇古代人化妝咪畫啲 pattern 喺塊面，好似就係遮咗梅毒嗰啲嘢，一定係外國勢力，點都係一定係賴其他人啲曳曳病。不過嗰時可能佢哋都唔知係性傳染咩啊？喺下雨下大雨，即係落狗屎呢一樣嘢呢。我唔應該咁講，落大雨啦，總之好撚大嗰啲啦。喺挪威呢，係會叫做下着女食人妖，而喺非洲就會話下着拿棍子的老奶奶。It's raining cats and dogs。呢個呢就係英文嘅講法啦，即係落狗屎啦。咁就係譯做中文就係下着小貓 and 小狗。咁呢，咩確切由目前為止已不可考，即係嗰啲非常 old school 嘅句子啦，咁所以你都唔好用噶啦。咁但係呢，有個好合理嘅猜測就係話，由於古代缺少排水系統，一旦暴雨轟炸咧，就會大雨咧就會浸死咗好多貓同狗。咁啲貓同狗咧就衝到去路上面，咁所以看起嚟咧就好似天空咧落住好多貓貓狗狗一樣。而喺歐洲各國都有類似嘅講法。喺德國咧就話下着小狗，法國就下着牛尿，芬蘭就下着神的屎尿。喺葡萄牙就話下着蛇和蜥蜴或者下着小刀。呢啲其實都係人類可以理解嘅範圍，但係以下呢係勁莫名其妙嘅。例如荷蘭啦就會話下着煙斗，下着煙斗。喺丹麥咧就會話下着小鞋匠，嗰細嘅整鞋嗰啲鞋匠。What the fuck 噏乜鳩？跟住喺挪威咧就會話下着食人女妖或者下着老巫婆。咁喺南非就話下着拿棍子的奶奶。不過最奇怪咧係哥倫比亞，佢哋會形容暴雨咧為下着老公，所以咧可以想像到當地已婚嘅男性究竟有幾討人厭。括號廣東話係落狗屎屙。神的尿 God damn shit。又啱喎。唔係，呢一篇咧令我諗起咧，你有冇睇過Suicide Squad 重製版？跟住咧學 Harley Quinn 咧就話咩落雨就係天使射精啊嘛，幾正呢一個，好過咩落乜鬼嘢？你哋會點樣形容落雨？其實都係落狗屎嘅。落奶奶，落拿着棍子的老奶奶。以後你哋咁講，咁啊真係落住拿棍子的老奶奶啊，好大雨啊，咁冇人知你啱啊。都係落狗屎啊，狗屎真係慘。唔係，其實狗屎真係冇撚用，所以都係落狗屎嘅。係咪香港啲雨開始臭？天使好大量。我中意落雨㗎。落雨，香港啲雨好似有啲，香港一落雨就有啲味咯，好奇怪嘅，臭臭地。同埋呢，我唔知你哋有冇察覺呢？唔同地區落雨呢都有唔同 feel 嘅，真係，尤其是地下啦。你見到香港啦，香港區、九龍區同新界區嗰啲地下呢，係完全唔同嘅。新界區咧係一落雨就有陣青草味啦，唔知點解。
咁就個地下係比較乾淨嘅，啲雨水都還可以踩，即係你踩完落去炸出嚟嗰啲水咧都還算乾淨咁樣，咁啊有好 fresh 咁樣啦。跟住九龍區咧就開始有啲污糟，但係睇你邊一忽嘅啫，即係可能有啲係少少泥啦，有啲係少少油啦，呢啲都有啲核突嘅感覺噶啦，麻麻地啦。但係咧最嚴重係港島區落完雨咧，個地下就極度核突啦，黑色嘅嗰啲積水係完全唔知道點解佢會黑色噶。成個酸世界都係酸雨噶啦。係啊，但係睇下啲雨水係經過邊度跌落地下啫嘛。不過新界區係好空曠，所以啲雨水會直接跌落地下。喺港島區啲好鬼核突噶，成個地下仲要因為佢路窄啊嘛，唔知點解都係泥水。係咯，佢路窄咧你冇得避嘅，同埋佢啲鋪路咧係凹凹凸凸嘅，即係嗰條咁嘅窄路佢都可以有幾個氹嘅喎，跟住完全行唔到嘅喎。灣仔多水氹係啊，我之前行過啊，完全冇路行可以，佢條路好闊嘅，我行嗰個區灣仔啊嘛，好撚闊啦，可以等諗下先，一架巴士都可以輕輕鬆鬆行到去咁滯嘅嗰啲行人區，哇！可以成個行人區都冇位冇踏腳石嘅，全部都係水氹，黐孖筋。完全睇唔透，所以我麻麻地港島區，即係九龍區你都情有可原啦，人多嘛，食煙啊嘛，咁跟住多嘢食啊嘛，成地都係嗰啲油漬啊，旺角好多油漬，講到真係搞唔掂。好，我哋下一篇電影開頭嘅獅子哮，其實係揾老虎嚟配音，戇鳩。你哋知唔知有個經典電影開頭咧，咪有個圈嘅圈住個嘅獅子叫哇咁樣嗰個咧？嗰個電影開頭講緊，咁咧佢就話最經典嘅電影開頭咧，除咗女神舉火把啦，探照燈刷刷刷，探照燈刷刷刷係咪 Pixar？ 個山頂看星星應該係個 Dream 咩啊？唔記得乜鬼嘢。仲有 FBI warning 之外咧，夢工場、山頂看星星應該係咩啊？俾人驚咗，俾人改咗做唔驚嗰個，唔知啱啊？應該要算米高梅影業用1個世紀的獅子哮了，嗰個大貓埋紋鏡頭咧，最早期的確係原音重現嘅，直到1982年，音效師咧嫌獅子嘅聲好難聽，將配音工作外包俾帶有更大感嘅老虎。上面咧嘅大頭人物咧就驚覺，哇！呢把聲好好聽喎，因此米高梅電影片頭咧就再唔用正港獅子哮了。咁除咗米高梅之外咧，迪士尼嘅獅子王入面辛巴叫咧，其實都係老虎聲嚟嘅，唔係取咗自老虎啦、棕熊啦、F-16戰機同埋一個中年男嘅鬼哮鬼叫聲，完全冇獅子叫㗎。如果你要認真比對一下獅子同老虎嘅聲音，就會發現獅子真實叫聲係哈哈哈哼哼哼哼哼，有啲似高中花淺妝的很嘈的排氣管，才沒有老虎的孔那麼戲劇效果。所以好萊塢咧好中意幫獅子配音，導致好多人都唔知獅子實際上係咩叫聲。我諗獅子依家嘅心情就好似每一隻聽到人類在旁邊喵喵叫的貓一樣，喵的我才不是那麼叫我。基於用途同情景唔同，獅子老虎咧嘅叫聲都有好多種。而呢度咧指嗰個獅子叫咧係嗰個咆哮，而唔係平時嗰啲嗰啲。Pixar 係蹬嗰係咩？
探照燈啊嘛，話探照燈刷刷刷。我想睇下個獅子叫，依家 Google 下先。Lion Roar ROAR， 我開俾大家睇，熄晒呢啲背景音樂先。唔見咗嘅。我想開嗰個俾大家聽下，我睇下依家開唔開到先。呢個係好啦，開咗。佢頭先嗰個係獅子叫，有冇啲澎湃啲㗎？好似牛啊，大佬，好似牛叫。獅子叫先。大家係喎，有氣勢好多㗎喎，係咁嘅咩？似賽車聲，佢呢個係有啲震音嘅感覺，老虎叫，而家呢個都有啲似死氣喉聲。佢頭先嗰個就係獅子叫。呢個好似我平時氣嗰個聲度嗰個有聲嘛？呢個係獅子，跟住老虎好啦，大家學到呢個獅子同老虎嘅分別。咪總之獅子就係我已經唔記得咗，真係懶字識啊！頂。獅子就係氣聲，老虎就係死氣喉聲。圍氣嚕，圍氣嚕就係獅子聲。好啦，我哋睇睇依邊。啲貓都唔係喵喵聲啦，成日話咩二聲詞貓喵喵，貓係 re 啦、喎啦、啊同埋摸咁樣聲，摸 re 呀都唔會係喵咯，咩嚕子哮。你知道嘛？吃糖同吸毒一樣，好容易上癮。我都有呢個食糖嘅上癮症，一大壓力就係咁食糖啊，我會同埋食朱古力係咁食，所以我而家60磅唔係60公斤大肥婆。聽親貓都係哇哇貓喵哇，有啲男人聲啲嘅貓哇喵。哇！OK， 下一鋪啊，唔係下一個。我睇到10點啦，睇2個鐘。如果要從依家起咧逼自己唔食糖，唔使幾耐咧，你就會屎忽痕啊，非常沮喪同埋懷疑人生。呢個好乞人憎嘅感覺咧，就叫做戒斷症候群啊，同吸毒一樣咧，係典型嘅症狀。由於糖咧會挑逗你嘅大腦，
度碩士啊啲糖，咁咧就會令到腦內面嘅獎勵系統持續分泌出多巴胺，而多巴胺咧係會經過神經傳遞物質，令到大腦感覺到快樂。一旦你習慣咗呢啲快樂咧，以後如果你想 cut 啲糖分攝取啦，你令到啲多巴胺收工回家就會有失落感。但係如果淨係靠咩這招養吐殺並不足以統治世界，糖要進一步將整套獎勵系統給玩壞。佢不僅增加了接收興奮感嘅受體濃度，仲同時降低咗用嚟抑制興奮感嘅受體濃度。興奮感難以被壓制，對糖嘅耐受度提高，結果就會越食越甜，先可以得到滿足。也因為咧，糖拉高咗幸福感嘅門檻，所以咧，你會更難感受到其他獎勵帶嚟嘅小確幸。呢啲係無糖不歡或者認定係糖分才是正義嘅依賴現象。其實跟尼古丁啦、鴉片啦、海洛因係非常似嘅。有研究指出，如果只係考慮成癮性咧，其實糖甚至係會比咩古柯鹼啊，即係咩啊，cocaine 更加易上癮。難怪有人認為咧，糖根本上就係合法嘅毒品。你一定會問，咁呢啲壞分子點解咧？政府係唔會立法禁止呢？主要係因為糖雖然好易上癮，但係其實佢對身體嘅危害冇真正嘅毒品咁嚴重，加上抑制嘅成本係好高，所以咧就冇被禁止。而且要是政府宣布禁糖的話，我想台南應該要直接宣布獨立吧。K 仔咩？好似話咧食得多糖咧會好易老咯，個樣即係嗰啲皺紋啊嗰啲出晒嚟。K 仔唔係咩古柯鹼，哇好熟喎，我完全睇唔明喎咩 ketamine。K 仔係喺我心目中嘅一樣可卡因。可卡因係咩啊？可卡我揾日要開翻個直播，係啲觀眾教我分毒品。呢一個係白粉，呢個係 K 仔，呢個係可卡因㗎嘛？可卡因係真係古柯鹼，好難。喺 Luria 嘅眼中，毒品係油頭粉面啦，跟住應援團啦，跟住同埋掉晒啲錢買立牌嗰啲男人，有啲三樣。食得太多糖係會有暗瘡同埋氧化得好快。毒品定毒品？Same 一樣。唔係啊，唔係真心。我心目中嘅毒品係食煙咯，煙已經係 bad， 所以我鄙視佢哋。跟住同埋打機成人，唔係手機成癮啦，同埋咩咧？開台成癮咯，有3個毒品。老姐好清純，always。唔係啊，啲人咧話食得太多糖咧好老啊，所以你哋唔好食糖啊。不過咧，啲女孩子咧，我真係戒唔到，一唔食咧又身痕嘅，所以我又得閒咧就要食翻啲鹹嘢，中和翻啲甜嘢。好彩唔食煙，係啊，呢度邊個食煙咧？我打佢踢佢出門口，搞到 office 醜崩崩。食煙真係 bad 咯，不過吸毒咧雖然好 bad，但係佢哋會自己攝埋耳角啊嘛。食煙嗰啲唔會，所以我覺得食煙係 bad 過吸毒噶。食緊甜品，Hansel 要老了咩？一食得多甜品咧，都會有晒啲咩魚尾紋啊、
八字文啊嗰啲全部出晒嚟嘅，話咩只要戒食甜品啦，跟住早瞓啦，做運動啦，飲多啲水啦，呢四樣嘢，咁你就會外貌回春嘅，真心。不過冇人做到啫嘛。但係 Lu 姐要用腦嚟補血糖，好似講得好有道理。唉，飲啖甜嘢先。我飲橙汁，果糖都係糖啊，果糖都係會都係會老嘅。咁我老咗，你咪唔中意我？唔會啊，因為我仲老，係咁食糖。我呢，一做得太多嘢呢，個腦 function 唔到，係咁照糖，一照就一口氣照晒成包。不過我識有一個人呢，好犀利，佢真係糖中毒㗎，我覺得佢係。食飯啦，即係落 canteen 買飯呢，我見到佢係咁落糖咯，即係我覺得 canteen 係有西多士食嘅，咁佢就會有啲糖漿供應啦，俾大家任落啦。跟住結果條友去嗌嗰啲咩薯條啊、燒賣啊、腸粉呢，全部都落糖漿嘅，黐線嘅。跟住被話毒撚咯，我翻去點翻支煙先，你點煙嘅毒撚咯，咪就係。啲毒撚仲要點煙啊！醜上加醜，白飯加砂糖嗰啲 friend 係啊，佢話咁樣好好食哦咁樣咯，跟住心諗，跟住之後我心諗個糖漿仲多過你嗰餐飯。嗱，我教你哋啊，做一個正向形象，即係咧要戒毒啊！大家唔好做毒撚，都唔好食煙，都唔好吸毒，咁樣就會有女仔識你。就主動敲門焗焗，靚仔要唔要女人啊？咁啊，啲女人即刻候住你啊，同埋做運動，同埋襯衫，到齊以上幾點，包保有女，寫包單，唔好醜崩崩，就係咁樣啦。我下一個。嚇咩啊？咩嘔心樣？你知道嘛？頂級運動員呢係啲屎咧都同其他唔同嘅，嗰啲專用口同埋手指嘅，我們這些專用嘴巴和手指嘅運動健將鍵盤的鍵，同埋真正職業嘅運動員到底差別有幾多呢？有個騎自行車只係興趣研究微生物，先係正業嘅斜槓族科學家，分析咗頂尖運動員嘅排泄物後咧，注意到人哋啊連屎啊都同你哋唔同啊！研究發現，幾乎所有職業自行車單車手嘅腸道內咧都可以揾到促進肌肉恢復嘅普雷伏氏菌。一般人咧係嘅腸道咧係唔會揾到10%啊呢個菌蟲嘅。之外，另外一種係比較少見嘅咩甲烷短桿菌，都可以強化宿主喺運動嘅表現。接着有一位好有吉士嘅微生物學家做咗一個大膽嘅腸道試驗，利用逆向灌腸技術，將專業車手嘅屎咧同埋腸道菌送去自己個肚嗰度。結果1個月後，佢嘅運動力真係超級勁，甚至喺職業自行車賽事中獲勝。括號這到底算唔算禁藥哦？雖然唔係好確定運動員係點樣獲得啲咁嘅奇怪腸道菌外掛，但係咧喺腸道菌咧同埋運動飲食習慣係互相影響嘅，所以普通人即使透過移植啦，可以短暫獲得呢啲菌蟲，都冇辦法維持運動員嗰個飲食作息同埋訓練量，就好似咩也會像沒收工就罵髒話一樣，失去第二功能。就好似你未收工啊，就喺度講粗口一樣，失去第二功能。因此，如果話腸道菌係運動員成功嘅關鍵，倒不如
係話係佢哋辛勞嘅訓練嘅副產品。我覺得呢個故事彷彿提醒住我哋，運動員呈現喺呢個世界嘅比賽結果，也不過係佢哋佢哋生涯中一個偶然嘅特寫鏡頭，喺每一個動作、每一串肌肉也得到失分每次得失分背後都流住汗水同埋淚水疊砌出嘅大量獨白，呢個先係真正嘅精彩理由。既然美好嘅結局從不缺少鎂光燈嘅擁護，大家都唔好忘記，每一個過程都值得收穫一個更多嘅掌聲。呢個最尾嗰兩句段係廢，咩人形蜈蚣？戒咗糖果甜品，有甜味嘅飲品一段時間，然後味覺變得好尖鋭，咪好敏鋭，唔關甜嚟啊！咩事啊？你戒濃味嘢已經 OK，即係你唔食極甜啦、極鹹啦或者極辣嗰啲嘢呢，咁你就自然係會味覺敏鋭。呢一個呢，我係睇呢篇文章之前呢，呢個屎啊！睇呢篇文章之前，我已經睇過呢個原裝報導咯。跟住佢係有出錢揾一堆平凡人採集啲屎，同埋有出錢揾一堆運動員採集咗啲屎做研究。跟住我心諗啊，如果有人俾錢買屎，我可唔可以去報名呢？跟住佢嗰個規格係有啲麻煩嘅，即係你係個運動量唔可以超過幾多咁，所以你就要勁氣啊，坐定定啊咁樣嘅。咁個運動員就係平時嗰啲做開運動嗰啲啦。咁所以呢，要採集呢個冇運動量嘅屎呢，其實都係有啲難度。係啊，中大有買過1年前。係啊，我就係好似睇過呢個，但係嗰時仲喺度講緊話咩？你只要屙屎就有錢收啦，大家記得去買咁樣，咪去賣。或者你依家賣都有人要咧。哦，雨機 OK，收到。姐竟然會屙屎，所以我咪話我冇參加到呢個活動咯。佢好難嘅，雖然係有錢收，但係你要做好多條件，要好撚氣啊，唔喐啊，咩行樓梯嗰啲唔可以行啊咁樣，你先係真係零運動。又有新嘢玩，玩咩？玩屎咩啊？普通話1分鐘，好啊！我下一個普通話1分鐘。不過我 feel 到我講完之後又要從頭講一次，好攰。好啦，我哋嚟啦。其實啦，你知道嗎？書啦，其實是會說話的。有越來越多嘅研究咧證實啦。書咧並不是在這個星球咧，係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咧不但會溝通，還會形成社交網絡，交換信息，甚至比咩搏擊時代傳風暴更輸出啊！比如說，有種叫金合歡的植物，本人去世啊！咩書？書啊！在被長頸鹿交飼後，會立即傳出一種化學分子警告附近的同類，這個警告能刺激其他被金合歡產生的單鏈，讓葉子接到難以下咽、降低胃頭渴的意願。1分鐘，還有啦，將
森林裏的樹木，它們的根系被和真菌在地底交織出龐大的根菌網絡。這個網絡呢，除了可以用來共享水分同養分，還能傳遞艱險或病蟲來襲的緊急信號，讓全體先靈的及時做出應應措施。唉，就咁啦，好夠鐘。你撳出嚟傷害大家㗎，大佬。你撳出嚟傷害大家。我由頭講多次，你知唔知咧？樹咧其實識講嘢啦，因為咧佢哋咧係佢哋唔單止識溝通，其實咧仲有個社交網絡嘅，快過你喺度 WhatsApp 其他人嘅。咁咧，例如咧有一種植物咧叫金合歡啦，咁佢俾長頸鹿咬完之後咧，就會發出一個化學警告，警告附近嘅同類啊。咁嗰個警告咧係會令到其他嘅金合歡咧都產生單寧，令到啲葉咧超級澀啦，咁咧就冇長頸鹿會食啦。咁咧就好似森林裡面嘅樹木啦，佢哋根系咧就會同真菌咧喺地底交織龐大嘅根菌網絡啊。咁呢個網絡咧，除咗可以分享水源同養分咧，仲可以傳遞乾旱嘅病蟲，唔係乾旱或者病蟲來襲呢啲緊急措施，令到全個森林咧都可以做出應對嘅措施。咁呢啲植物咧都係命運共同體嘅關係咧，其實遠超係我哋過去嘅想像嘅。有科學家發現，森林裡面嘅老木除咗會將養分經由網絡移送去其他後生嘅小樹啦，但係仲會時不時咧喐嗰啲樹根啊，令到小樹咧會有空間去發展啊，散多啲樹根。更驚人嘅係，德國曾經發現一棵白華斷木。儘管咧枝葉全部冇啦，但係其實佢都活咗差唔多5個世紀喎。養分來源咧，僅僅係其他佢附近嗰啲樹木咧，透過網絡去贈送俾佢啦，饋贈。呢500年嘅情分，真係唔知道要喺佛前求上幾多年啊！到底到這邊，我忍唔住諗，我們之中有朋友常因為話少了點就會被人戲稱為木頭，可漫步在表淺岩葉之下嘅那層深厚情根，往往才是他表露心意的真實模樣。換句話說，你以為我木訥寡言，也許只是因為未察覺眼前的他正默默告訴着不同的語言。咩啊？你哋噏乜？姑姐讀書喺度讀書啊！諗住轉翻啦，終於完101錯了，以後冇人撳呢個掣。咩啊？你哋唔係之前喺度話我唔講普通話咩？我特登俾個掣俾你哋撳普通話讀書。原來1分鐘咁短，唔係1分鐘咁短，原來咁長，原來長得滯。我可以令到呢1分鐘好似1年咁樣，咁你哋賺咗1年啊！多謝我。總之啊，講啲樹咧可以經過地底咧，其他樹咧就捐啲養分俾佢，咁好共慘啊！呢件事即係有棵樹喺度 hea 做啦，斷撚咗啦，跟住唔吸收養分，跟住隔離咧就會捐啲養分俾佢。咩柳蔗、嗨港老甜、早安豆豆、豆豆便便咩？早晨白空。好，我哋下片證明你哋真係唔好再喺度撳咩普通話。我睇下有冇後記補充先。
咩啊？阿勤先有梅毒，佢有補充嘅，就係話呢，準確來說，梅毒喺法國係被稱為那不勒斯病。那不勒斯真係意大利啊，依家嘅。咁而呢，兩行嘅而後兩行嘅德國人病，實際係稱為日耳曼人病，所以方便大家知道噏乜呢，就會講係德國啦。但係嗰時咧恥笑日耳曼人，梅毒病。咁咧，另外根據按照考據，梅毒當時咧係應該係由印度傳入廣東嘅。唔會有下次了。飲水飲水。你知啦，我又冇羞恥心嘅。你要我講咪講咯，你要我講普通話我咪講咯。睇下有冇咩人唔合作嘅，係咁撳。我話係咁講，成個台都冇人睇。跟住心諗噏乜鳩啊，有啊。嗱，我係可以調整翻我啲普通話，令到大家都聽得明。跟住咩？睇下先。咩？呢篇書本身啲字難度都係嘅，有啲菌名咯。阿恆先講下呢個屎嗰個註腳啊，佢話呢，要強調一下，逆向灌腸係非常非常危險，因為一般人呢，根本無法確認他人嘅腸道健唔健康，可能會導致其他疾病。佢係戴頭盔，叫你哋唔好食人哋啲屎啊！就算人哋運動員呢，你想咩健步如飛，你下個禮拜運動比賽，但係你唔練習呢，都唔好無啦啦走去食其他人啲屎，唔該。早晨啊，唔用。好啦，我哋睇完一章，好，第二篇。你知道嘛？企鵝喺睡午覺嘅時候根本上係叫不醒我。如果正常人呢，個鬧鐘應該係咁樣嘅，8點半。咁呢，企鵝嘅鬧鐘呢，就唔係，佢係8點15分，8點20分，跟住每5分一格咁樣嘅，就好似你哋嗰啲咪有啲人個鬧鐘都係咁嘅，嗰啲賴床人嘅鬧鐘，每5分鐘響一次。咁呢，喺國王企鵝瞓覺嘅時候呢，只會對於某啲畜生嘅聲音保持警戒嘅，例如虎鯨，唔知咩大隻雀仔唔識讀，巨鑊或海象炮嘅發出嘅聲音呢，佢哋就即刻會醒嘅。咁前兩個呢，就因為佢哋會食企鵝啦，最後一個呢，就會壓死企鵝，即係象海豹係會壓死企鵝嘅，因為佢哋嗰個體型超大啦。又稱為極地壓路機，所以咧就要隨時小心戒備。咁除此之外咧，其他任何聲音咧，企鵝都係會叫唔醒嘅。有科學家咧，因此想出一個缺德嘅企劃，就係1個月內每日按時咧就揾啲企鵝出去玩啦。咁佢哋會以每分鐘1下嘅頻率去篤醒，唔係去篤嗰啲瞓着咗嘅企鵝，睇下要篤幾多下呢，佢哋先俾人篤醒。結果發現呢，如果係晨間時段瞓着咗嘅企鵝，大概篤5下呢就會起床，好慘啊啲企鵝。原來我係企鵝。咁但係到咗晏晝呢，啲企鵝如果晏晝瞓着嘅話，就要篤9下啦，大概10分鐘咁樣，咁先會醒嘅。推測係因為早上嘅危機會比起晏晝多，所以呢，朝早呢就會留翻幾分清醒嚟提防。值得一提呢，就係呢個實驗嘅初衷，單純只係科學家想搞清楚企鵝究竟係咪真係瞓咗覺定係閉目養神。我諗企鵝真的萬萬想不到有天叫醒自己的，竟然不是夢想，也不是虎鯨，而是人類
那 GY 的好奇心喎，篤九下，好慘。不過算啦，你如果屋企有養貓養狗，佢仲慘啊！同你講，見到企鵝我就諗起今朝 PK 鳥張圖，我冇睇到啊。係咁多，唔係咧，有冇諗過你屋企個貓同狗咧？你唔止篤佢九下啦嘛？你唔係篤佢啲咩？你話喂，跟住之後佢就未，佢就喐下隻耳仔，但係都趴喺度眯埋眼，跟住喂喂，跟住佢就半擘大眼眨眨，喐咗兩下耳仔，跟住邊個過嚟？跟住之後過咗勁多次，佢都係只係最後就係喐一喐個頭，又望正面咁樣啦，跟住喐一喐，跟住望側面望住你，寫唔到添，望住你。叫咩啊？跟住佢就會咁樣得翻底咁樣繼續瞓覺。屋企嗰啲狗狗貓貓就係咁，企鵝都算係咁啦，篤九下都好少咧。今次撲街了咧，so old 係啊，苦鯨喎。哦，今次因為你講今次 PK 了呢個 term 好難睇，所以係要打翻個金色個金。北極熊嗰5個字咧，我就睇得明，即刻有印象。你都唔識嘅，打政治鬼識睇咩？即係嗰啲咩玩撚完嗰啲咧，一定係要打翻個玩，唔係即係個圓係猿猴個圓。我一年咧，Long Time Ago 書展咧，講開動物圖，Long Time Ago有書展啦，咁我就屎忽痕買咗個高登卡咯，嗰先未有連登嘅。嗰個叫咩啊？高登鬥獸卡我唔知啊，總之全部都係啊玩撚完啊，全部都係嗰啲今次撲街了嗰啲改圖，去到依家仲喺度，超冇用，我冇玩過，齋睇齋嘈。因為人係有嗰盒嘢，嗰個真係咸豐年代，可能過20年啊，唔係你依家拎翻出嚟就可以俾啲孫仔睇下。哇！想當年啊，高登有呢啲嘢㗎，你哋有識鬼啊？高登有老人院，係高登神獸卡。想當年啊，高登好多人上㗎，咁咪有連登嗰時啊，哇！乜嘢係咸豐年代？好耐啊！咸豐年代真係好撚耐之前咯，即係阿姐我真係好老，講啲老嘢老字，你哋聽唔明。跟住依家嗰啲阿孫仔咩嘢係玩撚完啊？講咪講咯乜嘢啊？跟住你就一入嚟就聽到嗰隻暴露年紀。咸豐年代咯，咪年號咯。你記得嘅算鳩蘇把拉尼，好似有啊，好似有。想當年係啊，我哋依家有老人台啊，我 feel 到大家都同我年紀差唔多。咸豐年代都唔識好打有限，證明大家都同我差唔多年紀，都阿婆阿伯級，可以同翻依家嗰啲咩我哋最興講嗰啲。依家00後啊，乜咁樣嘅，即係嗰啲80後就話，哇啲90後啊又乜，跟住90後就依家啲00後啊又乜，跟住遲啲00後，依家啲10後啊咩都唔識啦，每年都係一定要咁，咁所以我哋咧就會話，我哋就可以依家走去同人哋宣教呢個咸豐年代呢個字啦，同埋高登神獸卡呢個 term。有資格做老屎忽，我哋全部都係老屎忽孫仔，唔係新仔嘅 SOON 都應該係。想當年啊，高登好蓬勃㗎，好多人睇㗎，個個又改詞啊，有潮文啊，有有神獸卡啊，又出埋啲會員卡，仲有啊，有759會員卡，好靚嘅高登嗰張㗎。咩硬膠創像，我哋就可以喺度講翻呢啲歷史
啲咩文化遺產咩？依家嗰啲連登仔，新式連登仔，佢哋唔識嘅。即係我早排咧，我咪喺度話咩 band 台咧，我講咗 bam 啊，BAM 啦，跟住之後 Wisteria 喺度問我點解係 BAM 咧，係咪打錯字？證明佢啲後生真係唔得啊！連登都有 bam 喎。仲要我講嗰時咧，我喺度話啊，我實俾人 bam 台啦，我係 M 字尾，唔係 N 字尾。因為佢呢啲年輕人唔識嘅，真係唉。唔係 Twitter 見到我嗰日講嗰時，我都係 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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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唔得，我哋要傳翻嗰啲文化遺產，即係嗰啲咩啊？你真係好 high 啊！嗰啲係咁講，好 high，令到呢個舊式潮語發翻出嚟，high 你死啦！我都唔識跳，不過可能因為我再老啲，high 仔。想當年的 MK 妹一絕種，high 子，哇好正咧！我話我哋夾埋幾個老屎忽 VTuber 日日喺度講呢件事，除咗 high 子仲有咩啊？我唔記得咯喎，咩笑爆嘴做咩啊？我都諗唔到咯，嗰啲舊式 MK 忘了愛嗰啲年代，我唔記得噶啦已經。我都唔知點解呢個揩字出現，真係揩。以前可以每一句都加揩字，唔可以講戇鳩好 in 揩。呢啲我就識啦。5P 字復興有冇？啊係啊，超低能，勁搞笑。Oh my gosh！Luvia 老人台翻嚟，依家嗰啲 MK 仔唔識嘅，因為 MK 仔太 yo 啦，佢哋喺度 rap。我呢啲老牌 MK 唔同啊，我會講啊，你真係超低能，勁搞笑咯，點解嘅？哎呀，老人嘅咩嗌濕撚晒唔撚驚，so old 我哋好撚老喎，我哋呢個台嘅，可能人哋嗰啲咩楊力千嗰啲咧，就全部好咩00後、10後嘅 BB 仔，仲喺度照緊奶嘴嗰時，我哋已經食咗好多咩？你食鹽都冇我食米咁多，唉，我唔記得嗰句，是但。賭一賭撚先啦，哇好多啊！不過嗰時我好似我唔係嗰時我唔講粗口，10後13歲，13歲依家呢啲 BB 仔可以好早熟噶嘛，已經溝女溝得多過你哋啦。10後嗰啲人生歷練，好啦，我哋下一個唔講太多廢話。蚊子其實會欺善怕惡的，你哋會唔會成日俾蚊咬？如果會嘅話，好好聽呢一個啦。咁咧咩人咧係會容易俾蚊咬咧？呢個問題就好似點樣樣嘅人先會容易吸引到渣男，或者要俾人捉去教笑，或者容易抽到 SSR 卡一樣。答案咧係眾說紛紜嘅。大多數咧都毫無根據啦，例如咩我係 A 型血又多啲人咬咁樣啦。咁實際上咧，往往都令人哋忍唔住懷疑，我就係呢一種人，所以我俾人吸蚊咁樣。咁但係有科學根據咧，就話確實係有一種人咧會令到啲蚊唔想靠近，同埋會主動迴避嘅，就係曾經出手打過佢嘅人。科學家透過實驗發現，蚊子具有嗅覺學習嘅能力，可以在拍擊同埋氣味之間做出聯結，再透過腦中嘅獎勵機制強化呢一層嘅連結。呢個意思就係蚊子會藉由氣味嚟記住嗰啲試過打去但係不幸失手嘅人。喺未來24個鐘，只要聞到相同嘅氣味咧，欺善怕惡嘅蚊就會避開嗰個人，揾其他唔會反擊嗰啲臨時治人喺度下手嘅。經過實驗啦，呢個喺學習能力產生嘅驅蚊效果，同埋喺
喺市售防蚊噴霧差唔多，可以有強嘅殺氣，竟然能強化防蚊液，可以咪可見打蚊子不怕不夠準，只怕不夠狠。蚊子如果係都中意叮你嘅話呢，就因為你打得唔夠用心。嗱，識啦，就快夏天啦，大家見蚊就一嘢拍落去啊嘛，咁嗰隻蚊咧就會淆底走路。做人啊，同拍蚊一樣，條打靶仔咧係咁黐住你喺度，咦吟吟煩你咧，咁你咧唔好懶好人就喺度明啦，咁樣咩嗰啲咧，真係注定成世都俾人喺度有啲烏蠅纏住咁樣喺度煩鳩啊，喺度學嚕姐咁樣，一有啲煩鳩走落嚟，跟住就屌佢。嗱，雲巴你有冇聽到啦？我試過打蚊打到牆上布滿屍骸都仲有。雲巴，我再講多次呢篇文章，佢係話同一隻蚊，即係如果你 miss 咗啦，蚊小明飛過，跟住你兜把車落去，但係佢冇死，飛走了，唔係避開你個巴，但係咧蚊小明咧係會好咬你嘅，就會話哇雲巴車我好驚啊，跟住之後佢就會揾雲媽去釘雲媽，就唔會釘雲巴嘅，但係咧奈何。你又一巴就車死咗蚊小明，咁咧佢就死咗，佢就唔會怕你定係咩啊嘛，因為佢都釘咗過去。咁啊蚊大明咧就會走過嚟話雲巴釘鳩你先，咁你又一嘢又再車巴佢啊，咁啊如此類推，係咁勁多蚊，係咁勁多蚊咁樣咬你。呢個故事就教訓你，殺佢咧係殺咗隻蚊咧係唔適用於呢一篇文章嘅，你冇殺到隻蚊。佢先會驚你啊嘛，大佬啊！明冇係啊，好似 PSK 咁講，一拍死咗佢就係雲巴嘅做法。咁你哋就證實唔到呢一篇文章係咪啱啦？所以咧，佢呢篇文章咧就係話，如果你咧又用嗰啲殺蟲水咧喺度噴啦，然之後又拍佢又拍唔中咧，咁佢就會極度淆底，一淆到腳都震埋，咁咪〜效果雙倍嘅，但奈何你佢死咗咧，咁啊就冇效果噶啦。OK，我係煩蚊烏烏，俾雲巴一嘢拍落嚟就拍天能，明白冇啊？如果你個區咧好撚多蚊咧，咁你就要係咁拍，係咁拍，你做樣都好，係咁樣，係咁樣，因為你。中嘅話咧，你就真係有排拍嘅。你做動作做假動作，會露出一個兇神惡煞嘅樣子。跟住之後咧就又霸氣，跟住就你要好似路飛咁樣咧，又咩霸王式，跟住之後好認真，跟住之後就喺度隻手揈揈揈，咁佢哋咧冇乜意志咧，就腳仔軟噶啦。想問台主插住3粒豬汁係咩？係有型咯，同埋方便。係啊，扮拍，但係你要扮得真啲，你呃人之前呃到自己，好認真嘅，咪有殺氣啊，有霸氣啊，飆出嚟，咁樣拍蚊，你係可以一口氣啊嚇走晒啲蚊，唔使一下下拍嘅，就係咁樣。夏天攻略又學到嘢啦，大家。好吓？你知道嘛？母獵狗比起公獵狗嘅 OO 還要大。係咪讀獵狗啊？應該係喎。嗰啲叫聲喺度哈哈哈嗰隻獵叫聲嗰個狗，嗰個狼要兇鳩佢嘅，唔係打鳩佢，冇錯。隻抽啊，有聲啊！隻抽啊，隻抽啊！你同隻乜？隻抽啊！救救鬼啊！唔係呢個獵喎，係算啦，下一篇我唔識讀啊呢個獵。
係啊係啊，你講呢個啊，呢個獵狗啊，呢個點讀啊？有冇人識讀？呢個平時笑聲係哈哈哈哈哈嗰個，唔係平時叫聲係哈哈哈嗰個。啊，我唔識讀呢個咩狗啦，總之係雌性咧，就喺自然界入邊咧，最有資格靠邀男人爭命婦的動物了。鼠？唔識喎。啊，天能呢個咩網先？獵啊，LIP 啊，獵獵狗。收工咯，即係繼續加油。咁夜收慘。我覺得獵狗啊，真係咁咧。佢哋喺母系社會，仲男生咧不但唔係起子下賤啊，真係連狗都不如。括號獵狗其實咧係貓科動物嘅關係近親，而唔係真係狗。獵狗咧嘅族長咧，皆能由最能打嘅雌性獵狗擔當，所以佢哋族長係女仔喎，係最強最惡嘅女王，又稱阿爾法雌性。喺獵狗社會入邊咧，唔單止女王本人高高在上，任何雌性嘅地位咧，都比起雄性更加尊貴，就連低一階嘅雌性都壓倒過高層嘅雄性啊！咁即係個三角形就係咁樣，最高嗰個係族長女王，跟住第二就係高層女仔，第三就係低層女仔，跟住下面先係男人，高層男人咁樣。咁咧，為咗貫徹呢一個雌性浪漫，雌獵犬甚至會演出一個超級屌嘅武器，就係佢哋兩腳之間會長出一條偽陰莖。雌獵狗喺成長時，陰蒂會不斷延長成條狀長條形，最長18cm，長過你哋。睇嚟咧，真係同真嘅棒棒一樣。喺每次交配前，雌獵狗都會將假陰莖向內收，就好似就好似穿襪咁樣咧，着襪啊，着襪之前咧就會先反一下咁樣嗰個收法啦，咁轉翻入去嘅。咁而雌獵狗唔係雄獵狗咧，先會獲得許可，即係要雌獵狗咧就好似開門咁樣攝翻佢條假賓周入去體內啦，好似着襪咁樣接咁樣接嘅，咁咧就代表 OK 可以搏嘢咁樣咧。雄獵狗咧先好啦，我要搏嘢，好慘，咁樣搏嘢嘅。咁咧雌獵狗咧係。即係女仔咧，係完全掌控咗交配權嘅主導啊！此外，假嘅陰莖仲附帶住社交作用，因為勃起嘅陰莖咧喺獵狗嘅社會係軟弱嘅象徵，所以當低階雌性想討好上面大人物咧，佢哋都會將陰莖勃起表達自己嘅順從。哇，好慘！佢喺度話。咁咧，扯旗咧係 bad 嘅，扯旗咧真係 weak 啊！咁咧，所以如果咧你想向其他人咧表達出你自己係一個軟弱啦、順從咧，咁咧嗰個獵狗就會扯旗嘅。咁咧，因為女人咧嗰個假陰莖咧係冇力噶嘛，佢係皮噶嘛，咁所以咧佢就冇辦法做到嗰個扯旗嘅效果，所以佢唔會 weak 咯，佢係咁嘅意思。因此，獵狗使用陰莖嘅方式如此前衛，自古以來常常被誤會係同性性行為，而飽受衛道人士抨擊。雖說古今漢似還了獵狗一個公道，不過這種女生比都有大 OO 的設定，根本比同性戀還要刺激哦。呢個
女生又大 O 咧，你知唔知彩虹旗文號？跟住嗰日咧，我咪喺度俾你哋 fit 嘅一 piece K，佢 fit 我入去個鹹 game 度咧。但係其實我係睇錯嘅，我係後期剪片嗰時，我先知道自己係睇錯。我當時睇到啲咩咧？我睇到佢扶他咯，我好驚啊！我一開 Oh my God，跟住之後我即刻收翻啦。但係個網咧，因為網絡問題唔可以即刻彈去第二頁咁樣，咁我好驚啊！所以我淨係望咗半秒，勁拗底。所以我以為扶他咯，所以我喺度話哇有上又有下，Oh my God！不要預住，所以我個刺激性高過你哋，因為我睇錯嘢，我就係睇到呢、個女獵狗有大 O， 仲要比男人還要大。好啦，我哋今日讀書時間去到呢度啦，我分享咗好多嘅冷知識咧，不過起碼都叫做睇過下本書。原來都知我啲咩？哇，唔係啊！你睇有陣時咧，有啲人咧偽娘咧，佢哋都死心塌地做偽娘嗰啲咧，咩好咩又去隆胸啊嗰啲嘛，跟住就會變咗扶他，好核突。呢個鬥賓周世啊，咩鬥個胸大跟住扶他，跟住我以為係嗰啲 game，我嚇到飆尿啊！真係，即係鹹 game 都唔緊要，仲要咁高級咁重口味，what the fuck 㗎？我今日真係學到好多嘢啊！你又學到點樣拍蚊啦？點樣篤成啲企鵝啦？跟住又學到你哋同男性獵狗差唔多咁慘啦。死心塌地就去切啦，扶他就係一定要唔切嘅，一定要報復，兩樣都有。係啊，又學到獅子同埋老虎嘅咆哮聲係唔同。你之後咧溝女咧就可以同條女講：喂，你知唔知啊？獅子嘅叫聲係，跟住你醖釀咗到去，跟住就話。你真係好風趣啊！哈哈哈哈哈咁啊，學到嘢啊！跟住仲學識咗對，唔係你應該學識咗雄性獵狗嘅做人態度，就係、是、要peace 嗰個女仔咧，你就唔可以扯旗，你就要放軟，俾佢有一個軟弱嘅感覺嚇。咁佢就唔會話好嘔心啊！呢、這個男人無啦啦凸起好核突啊，唔會啊，佢就話呢、這個君子 OK， 所以你哋就要好似雄性獵狗咁樣做人。有咩女人地位超然超高級，跟住你哋喺下面差乜嘅，你就博取一個咩女性咩休憩對物嘅時機，就係咁啦。今日真係學到好多嘢。咩做人要坐懷不亂。大家我路人邊一嚿，因為佢仲要大過你，女獵狗仲要大支過你，好慘。其實真係好慘咯，做獵狗。我唔係話咩我哋個台有路人變狗，我叫你哋出去識女仔嗰時變獵狗嚇。唔係喺我個台變獵狗，我冇所謂，因為我唔受溝我係婆婆。你哋出去溝女仔嘅事啊，咁知冇？我收台啦。跟住我聽日係咪聽日？唔記得咗添，睇翻時間表先。聽日咧係開台嘅，我時間一樣啦。咁咧試完咧上個禮拜玩咗呢個非常之經典遊戲《動物園大亨》。咁我咧就開呢一個非常之垃圾嘅遊戲 Planet Zoo 俾大家睇下差別有幾大，有幾垃圾。OK， 咁咧就係咁多。睇下先，好撚多台喎，好似冇人開
PH 啊有去東德個台啦，係咁啦，拜拜啦，收台，晚安，撳翻啲嘢先。下先睇下先，有天倫辛苦了，六六仔辛苦了，PSK 辛苦了，咩嘅紅辛苦了，雨姬辛苦了，睇翻先，仲有雲霸辛苦了，邊邊辛苦了，好應該差唔多啦。之前嗰啲咧唔辛苦，因為佢睇咗一陣就走咗，所以嗰啲人唔使辛苦了啦。我唔似得人哋嗰啲台，由頭讀到落尾，有啲一開始走咗。Hi so stay 辛苦了，好串。人哋啲台咧由頭讀到落尾啊嘛，第一個留言嗰個人開始讀辛苦了，我睬佢到傻。嗰條友求其抌低一句 hello 就走咗去掛台㗎啦。啊依家咧邊個出現，邊個同我講辛苦了，我講翻有禮貌，有落有回。酸翻面，唔係咁咩嚇？唉，讀早啲咯。有邊個啊？冇啊，101咯，早啲應該係。不過佢走咗啦，咁掛台啲人唔理佢。東甩啦，東甩出現過啦，仲有Hamsu 咯，走咗去啦佢哋。我哋而家去佢個台。係咁啦，掛，你繼續掛台啦，各位。我哋去東甩啊，唔係定係睇 Mario Party 咧？我哋睇 Mario Party 啦，因為101應該喺嗰度，佢喺度掛台掛到一半走咗去打 Mario Party。大家記得過去就鬧佢啦。仲有 Wisteria 啦，同埋邊個啊？宇川同埋白空，白空頭先又出咗現半秒，又掛台，黑人憎。好啦，係咁啦。Delio 辛苦了。我哋睇 Mario Party， 拜拜，拜拜 Hamsu， 去鬧101掛台啊！拜拜。